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10月27日嘅美東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美股市場真係好生猛啊！標普500指數喺上個禮拜五創咗歷史新高之後，今日盤前期貨繼續向上衝，道指升咗0.71%，標普500升1.23%，納指更加係領先，升咗1.86%添。淡樣嘅表現延續咗近期嘅升勢，投資者情緒都好樂觀啊。點解會咁勁呢？主要係因為中美經貿磋商有好消息傳出，兩國團隊喺吉隆坡開會，釋放咗積極信號，直接提振咗市場嘅風險偏好。另外，調查顯示有47%嘅專業投資者對2026年美股前景睇好，比春季嘅28%大幅提升，真係幾鼓舞人心啊！科技板塊係今日嘅大贏家，納指期貨升得最多，反映 AI 同雲計算呢啲趨勢繼續推動市場。微軟同谷歌呢啲科技巨頭就快公布財報，市場對佢哋嘅業務增長好有期待，特別係雲服務同 AI 創新，帶動資金集中流入科技股。其他板塊好似醫療健康就表現平穩啲，冇乜大上大落。不過都要留意下風險，美國3季度 GDP 數據就快公布，如果差過預期，可能會引發對經濟軟落地嘅擔憂，影響市場信心。仲有中東局勢雖然未直接衝擊市場，但潛在嘅不穩定性都係投資者關注嘅焦點。展望今日市場，預計會繼續受中美磋商同企業財報帶動，但都要睇實經濟數據嘅公布。科技股應該會保持強勢，投資者可以關注微軟、谷歌同禮來呢幾隻股票嘅動向，佢哋嘅業績同藥物研發進展可能會帶嚟波動。總體嚟講，市場氣氛幾好，但記住要分散風險，唔好太過進取啊！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